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9月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3篇第1节到第4节，13节到18节，出埃及记第7章14节到25节，马太福音第12章22节到3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鬼还是上帝？到底是鬼还是神？上帝有时候是很难分辨的。通常牧师会提醒弟兄姐妹要自己非常小心，就是说自己常常强调圣灵的感动的时候，就要非常小心了。因为如果一个人很容易受感动的时候，就常常会分辨不清楚那是什么东西来的感动，是鬼还是神？一个简单的自我检视的方式，如果一个感动、一件事情、一个做事的原则一直在变，一样，就是一下子这样子，一下子那样子，然后一下感动这个，在个性上还处理的事情原则不确定、不稳定，那个时候就要非常小心了。有许多的基督徒喜欢到处追求聚会、灵恩的聚会，甚至有人还会说，一定要到某个地方，要听某个牧师讲道，才有圣灵，才有上帝。这种其实很不稳定的个性追求信仰的表现，就必须要特别小心反省防范，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完全分不清是鬼还是上帝了。法老王以为埃及的偶像们是他坚强的依靠，是他的神明，但他完全不知道摩西所代表的上帝才是唯一的真神。我们注意到一件事，法老王的偶像神明也有部分的能力，例如以杖变蛇。虽然他们的蛇被亚伦的杖给吞灭了，可是他还是认为摩西的上帝不怎么样啊，所以他就一件事一件事的坚持，一次又一次的心意，要挑战上帝的权柄。因为法老王的心刚硬，上帝就一件一件的推倒法老王他的自傲。如同圣经的记载，在第一个灾难的时候这样说道：上主对摩西说，埃及王的心刚硬，不放我的子民走。明早他要去尼罗河时，你去见他，把你那根变过蛇的杖带去，在河边等他。你要这样对他说：上主希伯来人的上帝差我来，要你放走他的子民走，好让他们在旷野敬拜他。但你一直不听。上主这样说：现在你要从他所行的知道他就是上主。你看，我要用这根杖击打河水，水会变成血，鱼都要死光，河水都要发臭，使埃及人不能够喝这水。上主对摩西说：你要告诉亚伦，叫他拿这根杖指向埃及所有的河流、运河、湖泽和池塘，水都要变成血，全国遍地都是血，甚至连水桶、石缸里都是血。于是摩西和亚伦照上主的吩咐去做，当着国王和他的臣仆面前，亚伦举起杖来击打河水，河水立刻变成血，河里的鱼死了，河水发臭，埃及人不能再喝这水，埃及的每一个地方都是血。但是国王的巫师也行法术，
同样使水变成血，正像上主所说的，国王的心比从前更刚硬，拒绝听摩西和亚伦的话。不但这样，他反而回王宫去，不把这事放在心上。所有的埃及人都不能喝河里的水，只得在河边挖洞，从地底下取水喝。上主击打河水之后，这灾难继续了7天。法老王他仗着自己的神明偶像，想要来对抗上帝，摩西的上帝，因此他就必须要一一的面对上帝给他以及埃及人的考验。其实10个灾难并不是单纯给埃及人的灾难，事实上是10个鬼神跟上帝的战争，是信与不信者之间彼此的拉扯。所以再一次的提醒兄姐，就如同法老王，他分不清楚鬼或是神，上帝，以为只要有能力的就是神了，但是他彻底的错了。如前言所说，我们要努力去分辨所得的是什么感动，是鬼还是神，免得我们入了迷惑。在新约马太福音12章，我们也再一次的看到耶稣基督他行神迹，他医病赶鬼，让一位失明而且是哑巴的人得到医治，但却被法利赛人质疑耶稣的权柄。圣经这样记载说，当时有人把一个被鬼附身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面前来，耶稣治好他，使他又能够说话，也能够看见。群众都很惊奇，说：难道他就是大卫之子吗？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，他会赶鬼，无非是靠鬼王别西卜罢了。说上帝的儿子是别西卜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别西卜原文是Beelzebul， 这是意思就是鬼，又可以翻译成鬼灵长啊，就是 The Chief of Evil Spirits 啊。耶稣基督告诉跟随者，告诉法利赛人，耶稣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，就对他们说：任何国家自相纷争，必然衰败；一城一家自相纷争，必然破碎。如果撒旦驱逐撒旦，就是自相纷争，他的国又怎能立得住呢？如果我赶鬼是靠别西卜，那么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谁呢？你们的子弟要证明你们是错的了。然而我靠上帝的灵赶鬼，这就证明上帝已经在你们当中掌权了。有人能够进武士的家抢夺他的财物吗？除非把武士绑起来才能抢他的家。那不跟我同道的，就是反对我；不跟我一起收据的，就是拆散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人所犯一切的罪和所说一切亵渎的话，都可以得到赦免。但是亵渎圣灵的人不能够得到赦免。那说话冒犯人子的可以得到赦免，但是亵渎圣灵的，无论今世来世，都不能得到赦免。耶稣基督曾经教导过，一个人不能拜上帝又拜马门，因此我们必须要分辨清楚，
上帝的权柄和撒旦魔鬼的能力是不同的。我们不能用如同法利赛人一样的方式，故意将上帝的全能当成鬼魂的这个能力，也不能分不清楚就随意的接受那个灵的感动，这样子会使自己的心灵着了魔，而且离开上帝。诗篇83篇第1节到第4节，13节到18节。上帝啊，求你不要静默；上帝啊，求你不要闭口无言。看吧，你的仇敌在反叛，恨你的人在造反。他们阴谋敌对你的子民，他们要陷害你所保护的人。他们说：来吧，把他们的国家消灭了，让以色列的名永远被遗忘。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分散他们，像吹散灰尘，使他们像糠秕被风卷走。火怎么样焚烧森林，火焰怎样的烧遍山林，求你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，求你照样用暴雨恐吓他们。上主啊，求你使他们满面羞愧，好叫他们承认你的大能。愿他们永远失败惊惶，愿他们在耻辱中死亡。愿他们知道唯有你是上主，你是全地至高的主宰。恳求上帝赐给我们你的呼召，差遣我们，让我们有能力、智慧和权柄，使我们能够清楚明白，不受迷惑，能够分辨上帝的权柄与能力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